AI 大模型嘅面世啦。相信咧好多企業家們啊或者公司們咧都知道咧AI 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啦。揾中小企支援組進行1對1免費諮詢，我哋嘅求婚專員會為你提供專屬服務，冇收費、冇次數限制，助你輕鬆踏出申請第一步。特設2合1 WhatsApp 服務熱線，為你提供快問快答，方便快捷。我哋會因應住你嘅業務需要，為你配對合適政府資助計劃，仲會傳授求婚攻略。為你提供免費睇方服務，助你掌握填表技巧，一步到位。除咗政府資助之外，中小企可以透過我哋嘅技術支援諮詢 （Tech Buddy Meeting） 同技術專家傾下，獲取初步嘅技術升級建議，把握市場先機。中小企支援組力撐中小企，我哋等緊你啦！作為中小企老闆，的確有好多嘢煩。生產力局可以幫我哋解決難題，有技術專家團隊定製解決方案，增加生產效率，升級業務，又會幫我哋接軌數碼世界，多方面提高數碼效能，提升競爭力。仲有中小企支援組配對合適政府資助，生產力局力撐中小。一個環節咧非常之有用嘅，就係 AI 嘅大趨勢啦。咁隨住 AI 大模型嘅面世啦，相信咧好多企業家們啊或者公司們咧都知道咧AI 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啦。揾中小企支援組進行1對1免費諮詢，我哋嘅求婚專員會為你提供專屬服務，冇收費、冇次數限制，助你輕鬆踏出申請第一步。特設2合1 WhatsApp 服務熱線，為你提供快問快答，方便快捷。我哋會因應住你嘅業務需要，為你配對合適政府資助計劃，仲會傳授求婚攻略。為你提供免費睇方服務，助你掌握填表技巧，一步到位。除咗政府資助之外，中小企可以透過我哋嘅技術支援諮詢 （Tech Buddy Meeting） 同技術專家傾下，獲取初步嘅技術升級建議，把握市場先機。中小企支援組力撐中小企，我哋等緊你啦！作為中小企老闆，的確有好多嘢煩。生產力局可以幫我哋解決難題，有技術專家團隊定製解決方案，增加生產效率，升級業務，又會幫我哋接軌數碼世界，多方面提高數碼效能，提升競爭力。仲有中小企支援組配對合適政府資助，生產力局力撐中小。
有機會參加呢個升級訓練營1，無論你而家係綠色製造好、AI 好或者新質生產力都好，都係生意裏邊嘅關鍵內容之一嚟嘅。一個環節咧非常之有用嘅，就係 AI 嘅大趨勢啦。咁隨住 AI 大模型嘅面世啦，咁相信咧好多企業家們啊或者公司們咧都知道咧AI 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啦。揾中小企支援組進行1對1免費諮詢，我哋嘅求婚專員會為你提供專屬服務，冇收費、冇次數限制，助你輕鬆踏出申請第一步。特設2合1 WhatsApp 服務熱線，為你提供快問快答，方便快捷。我哋會因應住你嘅業務需要，為你配對合適政府資助計劃，仲會傳授求婚攻略。為你提供免費睇方服務，助你掌握填表技巧，一步到位。除咗政府資助之外，中小企可以透過我哋嘅技術支援諮詢 ，Tab Buddy Meeting， 同技術專家傾下，獲取初步嘅技術升級建議，把握市場先機。中小企支援組力撐中小企，我哋等緊你啦！作為中小企老闆，的確有好多嘢煩。生產力局可以幫我哋解決難題，有技術專家團隊定製解決方案，增加生產效率，升級業務，又會幫我哋接軌數碼世界，多方面提高數碼效能，提升競爭力。仲有中小企支援組配對合適政府資助，生產力局力撐中小。強化呢個自身嘅研發能力咧，亦都係可以優化你嘅管理系統啦，生產管理咧嗰個高質量個目標嘅發展咧，產生嗰個成本嘅效益咧。創新、高端科技、智能化、數碼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同埋呢個未來技能。現在已經有很多企業在應用大語言模型的方式，以及這個人工智能體所謂的 AI agents 的方式，來賦能企業的管理。有機會參加呢個升級訓練營1，無論你而家係綠色製造好、AI 好或者新質生產力都好，都係生意裏邊嘅關鍵內容之一嚟嘅。一個環節咧非常之有用嘅，就係 AI 嘅大趨勢啦。咁隨住 AI 大模型嘅面世啦，咁相信咧好多企業家們啊或者公司們咧都知道咧AI 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啦。揾中小企支援組進行1對1免費諮詢，我哋嘅求婚專員會為你提供專屬服務，冇收費、冇次數限制，助你輕鬆踏出申請第一步。特設2合1 WhatsApp 服務熱線，為你提供快問快答，方便快捷。我哋會因應住你嘅業務需要，為你配對合適政府資助計劃，仲會傳授求婚攻略。為你提供免費睇方服務，助你掌握填表技巧，一步到位。除咗政府資助之外，中小企可以透過我哋嘅技術支援諮詢 Tab Buddy Meeting， 同技術專家傾下，獲取初步嘅技術升級建議，把握市場先機。中小企支援組力撐中小企，我哋等緊你啦！作為中小企老闆，的確有好多嘢煩。生產力局可以幫我哋解決難題，有技術專家團隊定製解決方案，增加生產效率，升級業務，又會幫我哋接軌數碼世界，多方面提高數碼效能，提升競爭力。仲有中小企支援組配對合適政府資助，生產力局
力撐中。我今日咧就好開心，有機會參加呢個升級訓練營一。無論你而家係綠色製造好、AI 好，或者新質生產力都好，都係生意裏邊嘅關鍵內容之一嚟嘅。一個環節咧非常之有用嘅，就係 AI 嘅大趨勢啦。咁隨住 AI 大模型嘅面世啦，咁相信咧好多企業家們啊或者公司們咧都知道咧AI 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啦。輕鬆調動公司資金，仲可以喺 App 睇準個息率，即刻做埋定期前瞻，所以錯失，立即下載啊！朋友大家好，我係嚟自生產力局 SME One Team 嘅 Jasmine， 好高興再次同大家見面，相聚喺資創企業家網絡中小企升級實戰教室創新直播客策略第2集，抖音短片演算法攻略。咁隨住直播電商發展越嚟越蓬勃，企業點樣可以精準吸引目標客群，再將流量轉化為收益呢？咁中小企升級實戰教室創新直播客策略系列特別策劃咗3集課程，邀請行業專家同大家深入剖析各大平台嘅營運技巧，助力中小企業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之中脫穎而出。咁我哋每個月都會舉辦唔同嘅線上實戰教室，幫助大家緊貼市場脈搏，為企業提供實戰嘅工具同埋前沿洞察，促進業務成長。咁想掌握最新嘅資訊，記得關注我哋 Facebook SME Reach Out 嘅專頁，咁就可以了解更多活動詳情啦。咁第2場我哋聚焦嘅就係抖音短片演算法攻略。咁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微業務 CEO 馬家宏先生 Sherman 擔任嘉賓講者。Sherman 擁有豐富嘅短片營銷經驗，曾經帶領多間企業喺抖音平台取得顯著嘅成績，並積極推動營銷人才嘅培養。咁今日 Sherman 將會為大家揭開抖音短片演算法嘅奧秘，分享下提升公眾互動嘅一啲營銷實戰策略。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將時間交翻俾今日嘅嘉賓講者 Sherman。Hello， 大家好，我係 Sherman。咁首先好多謝啦，生產促進局啦 HKPC 今次邀請我去分呢個我叫3部曲啦。咁我就負責翻喺呢個抖音短片嘅演算法嘅攻略。咁大家可能都喺抖音入邊咧，其實大家其實係嚟自邊間個公司咧？就係嚟自字節跳動嘅。咁一陣間我哋都首先簡單講解我自己嘅個背景啦。咁我就其實就協助好多香港嘅一啲嘅中小企，包括海外嘅公司啦。我哋做好多嘅叫做digital marketing 同埋一啲叫做 e-commerce 上面嘅，尤其是係跨境電商啦。咁本身我就係中大啦，就新聞傳播學院嘅講座喺嗰邊啦。咁都曾經喺而家就叫做都會大學，之前叫工業大學啦。咁做一啲嘅品牌管理，即係一個 strategy 同埋一啲嘅 brand management。咁面對嗰啲都係一啲中小企，佢哋啲乒乓嘅啲痛點，點協助佢哋就點樣可以透過一個互聯網嘅時代，或者社交媒體，或者叫做數字營銷。咁另外就同一時間我係WeChat 嘅 co-founder 啦，同埋喺上年就創造一個叫做 AI 嘅電子供應鏈 supply chain 嘅平台啦。咁呢個就簡單嘅一個嘅背景關於我啦。咁右下角就係關於我嗰個嘅聯繫方式啦。
咁入個正題啦，咁。我哋講一講，譬如喺嗰個抖音，其實咁大家都聽過好多。而家其實我哋喺個互聯網個時代咧，其實我哋已經出現咗一個唔同嘅變化。由我哋喺個科網館啦，科網館係幾時開始咧？即係95、96、97阿里巴巴嗰陣時一大紮嘅科網館，嗰陣時係叫做咩咧？叫做 Web 2.0，即係個網站上面嘅嘢。去到其實而家嗰個呈現咗出嚟咧，已經可能大家之前都聽過有啲 Web 3.0或者其他啦。咁我哋喺嗰個社交媒體或者電商入邊咧，其實都出現咗。應該係第二個階梯㗎啦。譬如我哋以前喺嗰個內容嘅分享上邊，可能就由第一代我叫做可能就叫做微博啦，就係一啲短文字上面嘅嘢啦。跟住就有一啲嘅圖文啦、圖配文章啦，跟住就會有一啲叫做視頻啦。因為其實客入邊即係嗰啲觀眾咧，其實佢嘅要求越嚟越多啊，即係可能嘅資訊都會泛濫啲啦。跟住而家就衍生仲有多做一啲嘅直播啦、live stream 嘅嘢咁。大家就喺芸芸唔同一啲平台，譬如喺內地入邊咧，咁你話喺嗰個短視頻上邊，咁其實個領頭羊啦係邊幾間咧？其實就第一間就無可否認就一定係嗰個字節跳動，第一個就係抖音啦。其實仲有好多有火山啊，仲有可能嗶哩嗶哩就唔同一啲嘅。咁但係而家喺嗰個抖音上邊咧，我哋會用一個比較貼地啲咧，嗰個策略咧點樣去搶到客，同埋喺嗰個直播間有好多時啲人話咩？喺個直播間入邊其實一個框入邊個就好細嘅啫，但係你入邊點樣由個冷清變到一啲比較虛冚嘅場面咧？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啲比較唔識演算法，其實就等於白做啦。咁我哋喺度今次就會將一啲嘅透過一啲嘅數據啊，點樣做一啲精準營銷，同埋另一 part， 其實我哋都希望嗰個受眾啦、個觀眾嗰個行為，我哋都有個少少嘅一啲嘅理解同埋個分析咯。咁呢樣嘢就你唔會將啲資源錯配咯。咁而家我哋面對咗一個現狀係啲乜嘢啦？咁呢個就大家都明白啦。咁而家其實我哋喺嗰個內地嗰個狀況，因為我哋而家做緊呢個就可能又有面對香中小企。我而家係香港本身嗰個實體啊，或者線上或者零售咧，有啲人就去可能就係海外啦，或者去內地做消費啦。咁傳統嗰啲，譬如我哋叫做一啲嘅紙媒又好，傳統媒體可能電視咧，可能係 OK 嘅，不過可能係咪仲有一個嘅合適嘅一啲嘅社交媒體可以點樣幫補到佢哋咧？可能尤其是一個流量，因為其實大家明白咗好多用係手機噶嘛。咁透過手機入邊，其實一部手機入邊基本上係你話啲唔計年青嗰一代啦，其實而家開始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年齡階梯入邊咧，佢好多時就個生活咧都同嗰個手機係已經離不開噶啦。咁尤其是我哋而家今次針對嗰個嘅分享咧，就係一個抖音啦。咁可以將抖音入邊佢哋一啲嘅入邊佢哋啲 profile 啦，譬如佢個抖音有啲咩特別咧？譬如佢嘅用戶多啦，同埋佢個覆蓋嗰個廣，同埋嗰個消費力強，同埋喺度題外話都係講講，其實抖音入邊有兩個版本嘅。第一個咧就係俾內地嘅市場，我叫抖音叫抖音啦。咁另一個咧，即係你嘅尾位跟住佢個 jingle出嚟就噔，跟住抖音咁樣啦。跟住另一個咧就海外版咧叫做 TikTok。咁海外版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就係喺新加坡嗰邊啦。咁只不過兩個嘅受眾咧就係唔一樣，一個就屬於境內，另一個就屬於內地。咁所以大家去講，但係喺境外入邊，其實佢點樣去搶佔到 YouTube、搶佔到 Meta 入邊佢哋一啲咁嘅受眾咧？咁佢絕對係有佢哋自己嗰個嘅吸引力啦。咁另外其實喺抖音入邊咧，佢哋覆蓋嗰個消費力咧都好強嘅。我覺得喺香港嘅中小企咧，值得，因為佢本身個受眾，而家譬如我哋尤其是想接觸更多一啲喺內地，包括咗大灣區嗰啲嘅潛在消費者咧，呢個嘅叫做媒介咧，絕對係要好好去善用咯。咁我哋作為一個香港嘅企業，唔通真係擺塊板好似而家圖入邊咁樣啊？叫啲人 like 有啲香港人嗰個文化咧，嗰個本土文化同內地係完全唔太一樣嘅，係咪先？咁但係譬如我假設大家左手邊嗰張而家變咗嘅，你嚟我哋嗰個地方，嚟我嘅餐廳或者你個鋪頭打卡，就可能喺個 IG 或者個 story 入邊，啲人就覺得可以接受到嘅。喺呢啲位置咧，其實就我哋香港嗰邊嘅中小企嗰啲咧，就可以去翻推一下。
我哋總之就喺個 presentation 入邊咧，點樣可以包裝好啲，又迎合到香港嗰啲嘅消費者啦。同一時間我都可以應用到佢哋嗰個數據性。咁啲人譬如假設我哋喺個即係嚟到即係譬如內地有啲人或者其他人，佢哋然之後可能打張卡 share 咗出去，拍個好短嘅一個，可能我哋內地可能香港叫 reel 或者一啲好短嘅，可能10零20秒嗰啲，咁咪叫佢哋係喺個抖音佢自己上去 share 出去，你咪俾翻可能送一啲可能嘢飲啊，送一啲小優惠小甜頭俾佢哋咯。咁呢一 part 係可以做到一件事。跟住另外我哋都會見到，譬如喺內地佢哋應用喺個社交媒體咧，透過抖音佢哋叫做公域流量啦。佢做完點讚之後咧，點樣去跳翻去一個私域流嘅微信，即係我哋叫 WhatsApp 嘅群組私域流量啦，去做到呢啲咁嘅互動。咁另外一 part 就係其實社交媒體包括喺抖音入邊咧。除咗我哋好似喺個 Facebook、IG 或者 YouTube 入邊，大家叫做咩like and share 咁樣啦，其實喺內地嘅社交媒體都一樣，不過佢哋嗰個 engagement 入邊咧更加會多。你知係我哋香港人㗎啦，通常就可能即係可能俾個 like 啊，或者一個 comment 入邊係比較低調啲咁樣啦，冇咁熱情咁樣啦，咁另一 part，我覺得大家呢個就無可避免，我哋都包括咗我哋由2021年到而家2025年，我哋15年發生咗啲咩咧？咁我哋啲同行入邊有啲已經係繼續做啦，有啲離場啦，咁亦有唔同嘅嘅公司啦，包括喺內地一啲巨頭，由第一代嘅阿里巴巴去到而家有次次同佢做抖音，咁有啲嘢不可避免嘅，我叫做趨勢啊，個 trendy 啊，或者一個 tendency 咧，喺個市場趨勢咧，我做一啲嘅概念嘅一啲 overview 啦。咁我會 highlight 咗一啲字眼，大家去用。咁第一件事就係無可避免，就係嚟緊個應用上面就係一啲大數據啦，同埋透過一啲嘅 AI 上邊一啲嘅工具或者 AI 方面嘅應用。咁呢樣嘢我覺得值得大家去做，因為透過 AI 入邊其實個成本入邊咧係可以做得好低啦，同埋嗰個效益性會好高。我覺得大家開始要往呢個方向去嘗試學習。應該我講到就係喺個抖音嘅層面入邊，其實抖音入邊某程度上係一啲嘅叫做劇情啦，或者一啲視頻啦，你其實好似去安排個人去演藝學院或者 TVB 要做劇組，你寫 script 跟住寫個scenario 個場景，其實入邊有好多嘅嘢，你睇嘅好似好得意啦，但係我覺得你當係作為一個中小嘅學習去點樣去做咧，呢個就有少少嘅技巧係啦。咁另一 part 咧，除咗係直播入邊，香港人就未必做得咁多直播，內地就已經普遍咗，呢係個成個大環境啊嘛。咁有啲香港嘅中小其實或者有啲人可能就唔係咁善呢樣嘢，我哋就可以取而後次就可以用短視頻。其實短視頻嗰個好處係啲乜嘢咧？啲人譬如我有陣時香港都係㗎，香港有啲嘅KOL 入邊咧，佢做完一個 live stream 嘅直播，可能假設我夜晚係由9點鐘播到去11點，2個鐘頭去做直播，去介紹一啲唔同服務產品，跟住佢會留翻大概3至5日咧。就個視頻喺度就繼續收單嘅，佢個網站邊掛咗個商品，咁透過嗰個其實嗰個咧就直播完之後就呈現咗擺喺 Facebook 或者擺喺個 YouTube， 應該 Facebook 啦，啲人就會睇翻即係叫做review 啦，睇翻之後嗰條片啦，繼續去落單咁嘅意思。咁短視頻另外有一 part 就有咁嘅好處，同埋有陣時我哋有啲可能中小企就拍，哎呀我唔想現場我有啲驚喎，咁譬如我拍完條片，跟住就可以直接喺個抖音入邊去播放咯，跟住再配合埋一啲嘅應該我叫做頭流廣告啦，應該我哋會同大家去分享。咁仲有一點咧，我哋應該每位都會講一講，就係咩叫私域流量啦。好似抖音、小紅書啊，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 Facebook、IG 係屬於一啲公域流量。咁我哋要落一啲 PPC 或者一啲嘅media buy 嘅廣告，咁你係俾錢。咁引咗啲公告，好似 Facebook 入邊落完廣告落去 WhatsApp， 咁 WhatsApp 你唔使再俾錢噶嘛，跟住你咪慢慢累積咗你哋 WhatsApp 啲用戶咯。咁抖音入邊你可以裝翻啲公域嘅流量，跳翻落去私域就加咗你嘅微信。你加咗微信日後之後就變咗你潛在嘅客戶咯。你可以日後會做埋其他啲 CRM 嘅嘢。咁喺個應用上面啦，透過 AI 入邊，其實越嚟越像真度越高嘅。我呢啲圖片大家已經接受不了嘅，已經哇！呢啲唔靚喎，可以再高階啲。其實喺個應用嘅 AI 嘅層面入邊嘅工具越嚟越廣泛，包括咗你可以用海外嗰啲啦。其實內地嘅 AI 嘅應用會好多，一陣間都喺美位入邊有啲有啲即係聽眾有興趣想了解，可以喺個留言，跟住我之後再有啲嘅實用啲嘅工具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喺嗰個應用上邊咧，其實我哋可能做抖音直播入邊咧，日後你會做到一啲嘅唔同嘅 AI 客服。其實
冇辦法，因為個平台都會砌除咗佢成個嗰個演算法嘅 algorithm 咧，都會慢慢認為個大趨勢。因為其實最後個平台都係取悅嗰個用家啊嘛，即係聽眾或者個觀眾啊嘛。聽眾觀眾想睇嘅想聽嘅想去需要嘅嘢，咁啊平台就會將按照個需求去做翻。所以嚟緊會衍生好多譬如我所講嘅一啲嘅 CS 啦，可能就透過 AI 上邊，因為你係將相關嘅內容嘅信息咧我叫做有個 learning model 啦 LLM 啦，其實可以餵落去，佢哋慢慢會做，同埋好多一啲對接一啲嘅第三方一啲嘅叫做API 嘅開設到。咁另一 part 就係我覺得就係嗰個短視頻啦，咁啊透過 AI 入邊其實應該可以生成到好多不同類型，同埋越嚟越像即係我諗再假如成過得半年夠一段時間咧，個應用層面更加活潑。咁另一 part 就係一啲嘅 AI 直播啦，咁其實 AI 直播就好多人都係有嘅香港個公司啦，同埋內地啦，會越嚟越普遍會做呢方面嘅呢輪嘅直播啦。咁直播完之後做乜嘢？當然係講解同埋同嗰啲粉絲做一個產生一個互動性之外咧，咁同一時間你可以擺一個叫做抖音叫小黃車啦。咁你擺埋個產品連接，即係好似淘寶都有嘅，你淘寶直播完都擺一個淘寶嘅產品連接，等啲人直接睇完之後喺下低就點擊去購買，做一件咁嘅事咯。咁另一 part， 我覺得都越嚟應該，我諗喺下半年呢個年底之前應該已經變成一個好基礎嘅普及嘅，好似我開個 Microsoft Word 嘅入邊，即係而家我哋有 Copilot 嗰啲咁嘢啦。咁嚟緊好多啲文章上邊咧，你將一啲嘅方向，將一啲標題入邊咧，將啲 outline， 甚至乎你可以 voice to text 由聲音講翻落去嗰部電腦入邊。我哋嚟緊想寫一個咩嘅劇情，咩嘅劇本，咁就由嗰個嘅 AI 嘅相關，當然有唔同嘅一啲應用軟件啦，佢就會透過一個智能文檔啦，去寫翻成個 script 俾你。你甚至乎將個成個嗰個 script 入邊去將翻一個嘅 preview 啦，一個嘅片入邊，咁同埋可以針對翻你哋唔同嘅企業啦，譬如可能有啲可能做商品，可能做保健品啊，做食品啊，做美容產品啊，做服裝，甚至乎可能做服務嘅，咁你咪將相關個內容擺翻落去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以前我哋唔係噶嘛，我哋以前就係要揾翻一個去寫翻個 script 去諗翻個議題入邊。咁而家直情可以用到呢方面，可以呈現咗唔同嘅 scenario A、B、C， 你三個入邊去做去選擇，甚至乎你可以 A 再搭 C 再加 D 都得。咁你按翻一個比例去做呢樣嘢，就係喺個智能嘅文案上邊，所以你個創意性其實可以係無限咯。跟住另一 part 我都覺得係唔可以盲目去做噶嘛。我哋個案由2010年做大數，我覺得點解個數字上邊可能俾人覺得就好奇怪？咩叫大數據啊？其實咧我哋跳翻落我哋最傳統嗰啲啦，可能我就係一間開個鋪頭入邊有2-3個一個鋪頭或者一啲連鎖店。佢最大個大數據就係旺角尖沙咀，其實個人流量多，或者店鋪多嚟，你都要統計下啲客嚟買你咩餐嘅。可能去你嗰個地方係買產品啦，買服裝，我專買呢個係背心嘅 chemical 嘅嘢，可能就專買呢個嘅美容產品，就可能呢個唇筆，又可能去呢個餐入邊專買呢個可能 A 餐，咁呢啲就係一啲數據。咁你咪其他嗰啲地方，你咪可以避開咗。你落貨，你入貨或者你做個 marketing。你可以又更加精準啲咯。咁另外你有咗大數據入邊，其實你日後協助你哋去做一啲嘅成本嘅控制好好。咁我先跳一跳翻去翻呢個抖音嗰個直播入邊咧，其實有一個類別咧叫做珠寶保健類別。我覺得入邊大家係揀嘅賽道咧都要好清晰。咁譬如喺個賽道入邊，咁珠寶個類別你會見到，咦係升緊嗰條數，咁係一個叫 double digit 上緊去啦。咁啊呢樣嘢咪好值得大家去取決咯。因為入邊有各行各業噶嘛。咁你我覺得前期你都可以做翻相關一啲叫做調研啦、research 啦，去睇翻呢樣嘢。其實透過 AI 去做 research 都唔難啦。其實呢個地方而家已經好普通。咁啊另外你睇下邊啲嘅趨勢，啲生意係升緊嘅，有上線曲線嘅，咁我哋咪去做一件咁嘅事。咁按住翻公司。當然要配合翻公司去整體嗰個發展嘅方向啦。另外有啲就點樣配合到一啲嘅精準營銷？譬如我哋會見到，譬如可能喺個直播係升咗可能一個25%，咁啊視頻方面就可能2%。另外一啲咩叫商品卡咧？咁啊升到85%，真係同你好似感覺上冇關。其實商品卡係啲咩嘢嚟咧？喺內地平時就將呢樣嘢可以有嘅顯示有個圖片，或者下低就有個直接購買嘅鏈接，所以你哋唔會跳翻任何個網站，其他直接點擊直接做 check out， 直接去購買。咁呢樣嘢即係代表嗰個趨勢係越嚟越受歡迎啦。咁我哋係咪可以利用咗呢個嘅方案，利用一個趨勢？我而家開始梳理咗啦。我原來喺嗰個 top one 嘅可能做呢嘅保健食品，
top two 嘅可能就係做某類型嘅類別啦。咁或者我針對我自己個行業入邊，同埋對比翻，我覺得了解咗同埋做翻一個比較啦。譬如我嘅本身，我可能我就唔係頭先，我就唔攞 top one 呢啲可能去講啦。可能我就揀做咗一個叫做寵物嘅用品，咦喺 ABC Top 出嚟都冇喎，咁我咪另剔嗰個溪澗咯。我就喺個寵物入邊再細分，因為對應翻相關嗰啲人哋係點樣做，係啦，點樣做呢個寵物，同埋點樣喺個豆入邊用咩嘅角度，用咩一個嘅即係應該就係一個嘅演繹方式啦，去做呢樣嘢。咁啊，大家去先調研一下一件咁嘅事咯。咁另一 part 就係譬如呢個就值得大家去作為一個參考啦。我哋覺得喺個流量或者嗰個成嗰個要綜合少少嘅。咁除咗有個直播啦，我哋要考慮呢樣嘢啦，有個一啲叫短視頻。另外有一部分其實叫做前期，我叫做內地叫做預熱啦，或者做一啲嘅 setting 嘅嘢。咁咪啲人去到即係好正常，譬如我喺個 live 入邊睇個 video 入邊，我即刻會去 Google 搜嘢噶嘛，好正常要 fact check 一下噶嘛。咁你前期可以做埋一啲叫做小紅書嘅種草，咁你跟住種草咧，其實內地嘅通咧叫做你前期做定一啲嘅鋪墊啦，做一啲嘅可能出一啲 post 啊，咁去到邊個位發生 OK 啦。之後啲人可以上去直播睇到場，佢就會同一時間去另一個，可能個手機跳去另一個小紅書 search 下，咦都多人去講呢樣嘢喎，咁咪跳翻落你嘅直播間或者跳翻嚟個短視頻，咪仲同可能就會收藏你先啦，同埋收藏你，跟住去了解你，跟住或者對你嘅服務更加去做多啲少少一啲development，而家覺得 OK 嘅，去信任咪直接購買，甚至乎最理想買完或者唔買嘅，佢都 forward 俾自己嘅。嘅親，即係自己嘅朋友啦，或者認可嗰啲，佢覺得呢樣嘢認可咗，佢咪將你呢樣嘢 share 咗出去咯。咁呢樣嘢都，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大家去關注一下一件咁嘅事。咁啊，抖音係啲咩嚟咧？其實抖音都係一家誕生就喺2016年啦，9月開始去上線啦。咁你就睇翻而家就2025啦，即係大概已經前後已經接近9年啦，即係可能譬如以前嗰啲可能20歲嘅，而家加9歲咪29歲咯。之前睇開嗰啲35歲加9歲咪變44歲咯。你都係慢慢去累積嘅。咁另外喺抖音入邊嗰個DAU 啦，嗰個啲 active user 入邊咧係8億，咁成個中國入邊係14億喎。當然啦，能夠下載到個抖音嗰個，其實佢就按要嗰個嘅去計算翻啦，即係代表嗰個互動量係同埋嗰個流量咧係好大。咁大嘅話，即係代表個競爭都好多啦。所以我哋有幾個字眼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係嗰個你要人哋睇你哋啲嘢，你都要有少少創意，即係都唔好做一條鹹魚啦，我就係咁樣。你啲文字你都唔好太過 hea，因為啲人都會走，冇直接，因為時間好寶貴嘅嘛。咁多嘅社交媒體，咁可能譬如喺個短視頻嘅社交上面有啲創意啦，同埋你一開頭嗰陣時係記錄一啲美好嘅一啲嘅生活，做一啲唔同一啲嘅分享嘅。咁另外喺抖音嗰個入戶量，其實喺5年前咧已經過4億㗎啦。其實你見到係持續係增長之中咯。咁啊，抖音由一個叫做興趣電商啦，點解叫做電商咧？即係買嘢啦。佢原先就已經累積咗個班嘅用戶群啦，跟住之後就將個用戶群做一個叫變現轉化，就將你嘅用戶群已經信任你啦嘛，你咪可以透過呢樣嘢去賣產品啦，去做一啲流量嘅變現。跟住我哋可以睇一睇喺嗰個抖音上邊啲內容最受歡迎咧，咁流量最高嗱。我講香港嘅場景啦，好嘛？因為太多啦。咁啊，譬如一啲美食嘅美景啦，靚仔靚女特別多。呢個通常第8嗰個咧都好少輸噶啦。跟住另外一啲叫做可能產品嘅分享啦，咁啊產品分享可以係一啲產品，亦可以一啲叫做即係叫做可能係 tangible、intangible， 即係一啲真實嘅產品或者一啲服務上面嘅呢啲嘅乾貨嘅分享，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做嘅。咁至於抖音其實個 spending 咧，嗰班客咧個質量都唔錯嘅。你話俾佢對比係火山啊，對比其他嗰啲咧。抖音嗰個嘅消費群都幾好，佢係一啲叫做 first tier 啦，譬如講即係可能廣州、深圳啊、北京、上海啦，呢啲係一啲嘅一線城市咧係比較普及啲。跟住另外佢班個客戶群嘅話咧，都係比較後生少少啦。咁啊，同埋係比較中意 personality， 即係應該啲personality 自己一啲個性化嘅係啦。咁就嗰班嘅客都比較多啲係啦，同埋佢個忠誠度都好高嘅其實。
跟住另外，譬如啲人就話咁我哋今次喺一個分享入邊有冇啲再具體少少？我就將佢簡單，可能以一個6個嘅 chapter 啦，或者分享啦。咁第一入邊就點樣去做一啲商品啊、企業嘅一啲嘅 IP 啦。第二個就係講解下我哋嗰個抖音演說法一啲最 fundamental 嘅基礎上嘅嘢。咁第三就係啲客都會好多一啲嘅中小企都會問，喂，咩點樣可以做爆款啊？點樣可以嗰個視頻或者我嗰條片更加可以多啲人 like and share 去睇到一件事，就點樣吸睛啲啦？咁另一 part 就去到已經習慣咗做抖音，就喂啲人就蠢蠢欲動就係試下開 live 得唔得？做下直播帶貨係點樣玩㗎？跟住咁係啦，跟住。有啲客都會面對到，哎呀死啦！俾人撳咗個留言啦，即係嗰個流量俾人撳低咗啊！咁啊，有啲乜嘢點樣可以升咧啊？即係升 level 啦，點樣去做避坑？就避咗一啲踩坑嘅，即係踩坑嘅啲即係地雷嗰啲啊，即係出咗事嗰啲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常見嘅問題同埋一啲嘅實戰技巧，我哋都會喺度，即係可能嘅資訊內容都比較多啲，會大家喺度同大家去分享。首先，其實抖音好多人就話同個 IP 係點樣啦？嗱喺其他社交媒體比較少啲嘅，反而喺抖音呢個平台咧，佢就仲可能會講抖音好啦、TikTok 好啦，或者其他嗰啲。其實越嚟越多咧會做啲企業 IP 或者一啲嘅產品 IP， 甚至係個人嘅 IP， 因為啲人去 memorize 去記得你啊嘛。即係首先你點樣去做到一件事咧？咁首先就係冇得，即係首先了解自己啦，自己嘅特長。可能我本身就好似有個香港有個可能有個名人去專做瑜伽嘅，可能。就係一個女士啦，咁已經個人都 recognize 咗講瑜伽一定揾佢㗎，呢啲咪佢嘅特長咯。同埋第一時間想做嘅嘢，人哋 recall 到係你嘅。譬如有啲可能專做咖啡嘅，可能就係有個 artist 專做咖啡，啲人一諗就咖啡諗咗佢。咁我覺得你做到呢個嘅方向，我覺得好合適。同埋做邊類型合適一啲嘅帳號啦，同埋另一個我嘅紅色都標咗一啲重點嘅字眼。唔係做一次咯，唔係做兩次咯，係長期咁樣去運營。咁長期運營嘅維護係睇下你點樣 define 啦。你可能係一個月入邊可能2次、4次或者一個月1次。咁你以一個6個月都係嘅一個長期嘅。咁呢啲同埋第一個做法可能分1、2、3啦。你自己熟啲乜嘢，會做啲乜嘢啦，同埋可以做到啲乜，同埋感興趣啲嘢。大佬，你做啲嘢都冇乜興趣，冇乜動力嘅。你自己都自己感染唔到自己，咁你啲觀眾點解可以感染到佢哋咧？咁所以呢樣嘢都係大家可以值得去注意一下。跟住第二樣嘢就係點樣去做一啲嘅論證啦、內容嘅形式啦，要慢慢喺個製作上面嘅。其實製作難度開始越嚟越調低咗好多噶啦，因為隨著科技同埋個應題所講 AI 上嘅應用嘅啦，包括咗喺後期嗰個增加粉絲啦，點樣去到一個天花板嗰個程度啦，咁呢樣嘢就有少少一個時間性同一個耐性啦，同埋一個技巧啦。咁第三就係一啲嘅論證理論上邊啦，可以即時可以實施到呢樣嘢，都係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咁呢個就會豐富啲嘅，咁就係個內容板塊。其實咁我梗係唔會逐個咁樣同大家去咁樣去講啦。咁啊大概俾咗一個波拍一個方向啦。咁我諗大家頭先所講啦，譬如可能我會係先講自己一啲嘅工作嘅生活一啲嘅技能啦。嗱，邊啲要特別會講呢啲咧？金融嗰啲啦。咁啊工作入邊，我點樣可以攞到一啲 MDRT 啊，或者我點樣幫到個客？幫咗佢家人攞到一啲嘅可能一啲嘅醫療上面或者其他啲嘢。咁有啲可能就講緊，我就好中意個寵物，其實我係想做好多一啲一啲流浪貓、流狗，跟住可能協助佢哋點樣可以攞到一個有人領養到啦。咁呢啲係都會係呢個嘅偏向，可能有啲真性情上嘅嘢啦。咁啲人就覺得，頭先所講啦，就係一個寵物啦，係啦。咁呢方面佢可能會對呢樣嘢，有啲就可能會專講係一啲講車啊，或者有一啲就專講一啲譬如一啲嘅推薦一啲音樂啊或者電影。其實你哋自己可以揾翻一個內容自己合適嘅嗰個板塊，去自己去呈現翻自己嗰樣嘢咯。咁當然有一啲就可能會講翻一啲嘅家庭生活啊。其實因為8樣米養8樣人，鹹魚白菜各有所愛。你唔可以攞到全世界嗰個或者全部人嘅嗰個喜愛，哪怕你係攞咗一部分，其實我覺得都 OK。跟住有一部分就可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一啲嘅定位啦，
叫做咩？叫做萬能 Q 或者萬能帳號上面嘅嘢咧，其實某程度而家大家完全係冇一個嘅概念嘅話咧，咁都有一啲嘅，好似我哋做山間 cosine intention 咁樣，即係有啲算式，但係呢啲就可以大家有一個方向，有一個模板嘅框架啦。咁咧頭先譬如我定位我個帳號入邊嘅定位，可能就係個表現形式，再加一個類型，再加一個類目。咁呢個即係1+1+1啦。咁表現形式我就最中意，可能有啲人唔同嘅性格噶嘛。我有啲人就話，我都係用文字或者用圖文去表達。有啲冇嘅，有啲就可能就中意就真人現場出鏡，有啲係用做一啲可能 vlog 啦，有啲可能配合一啲嘅帶埋佢隻寵物啊，呢個就係一個表現嘅情況啦。咁另外一種類人，咁啊睇翻唔同嘅人、唔同嘅性格同埋呢個定位啦。有啲人以一個搞笑啲嘅，有啲可能就賣乾貨。咩叫乾貨？即係賣啲實用性嘅，即係性價比嘅嘢啦。咁可以睇翻唔同嘅人點去演繹。咁第三樣就喺一個類目入邊，你要揀翻自己嗰個場景咯。可能譬如我想講係講關於一啲嘅科技嘅，其實有一啲賽道 OK。呢段時間近於年幾啊，我諗 AI 都係一個炙手可熱嘅一啲嘅話題啦，或者一啲另一 part 就傳統嗰啲，譬如一啲嘅穿搭啊，或者一啲美容嘅分享啊，或者一啲嘅音樂上邊，我覺得都 OK。咁旅遊都係一啲大眾，即係大家好中意嘅嘢啦。跟住喺嗰個拍攝嘅形式啦，咁就睇翻唔同。我哋可以嘗試喺唔同嘅情況去做嘅。第一件事就可能就係話冇，我就可能做一啲簡單啲試下水溫，就出下啲圖啊，出下啲文啊，去做一啲片 OK 嘅。咁另一種就可能就係頭先所講，好似係做一啲嘅錄屏啦，跟住將條片擺咗上去個抖音帳號啦。另一啲就慢慢都習慣咗個節奏，慢慢就前期可能試一啲可能唔好長啦，2-3分鐘啊，或者5分鐘之內咧就真人出嘅，去俾人感受一下，自己都去感受一下，就真人拍攝嗰個情況。咁入邊你就開始會見到，都係有啲簡單一啲嘅 set up 啊，可能有少少燈啊，買一支 boom 啊，即係嗰啲咪啊，一啲聲，都過到關喎。跟住你開始慢慢就習慣咗嗰個節奏咧。其實你慢慢就會更加會越做越好，跟住開始你都有叫劇本嘅咩意思咧？就係開始我嚟緊預設，我嚟緊講嗰5分鐘都有個基礎，有個 script 啦，有個 outline 啦，按呢個方向去講。咁啲人就同埋你開始已經累積到已經有一啲，應該會再講啦，即係啲粉絲入邊仲有一啲嘅，你後邊有啲加持你嘅叫做鐵粉啦。咁另外嗰個account 上邊咧，我就覺得因為依家其實咧佢個受眾咧。以內地或者華人嘅可能比較多少少啦，咁佢哋個大嘅方入邊都會有啲頭像可能比較起碼高清啲啊，唔好咁 blur 啦 blur 嘅意思就好低像素，含糊不清，即係啲人以為你係 fake account，即係一啲假 account 咁啊，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咁另外就喺嗰個帳號個主體內容入邊啊，或者係有啲會呈現佢哋係公司㗎嘛，中小企老闆，我梗係擺個 logo 真係難，我擺個蘋果入邊或者擺一啲大嘅 brand 或者其他啲，咁啊當然有啲企業就用呢個方法去定義啦。咁呢樣嘢都代表你個 brand identity 啦嘛，嗰個，所以呢樣嘢係嗰個形象，有啲可能個人或者其他就可能有一啲自拍或者自身一啲嘅產品，譬如我係專賣某一類型嘅可能鑽石，咁你擺個鑽石，人哋一 record 就知你係大概估到係做邊方面嘅嘢啦。咁另一 part 就係我叫做個帳號名稱啦，大家見到譬如呢個就係喺嗰個帳號名稱入邊，可能係通常咧點樣？譬如有個昵稱咧，就 nickname 啦，再相關你個行業，再加一個職業嗰個屬性。咁我覺得，譬如假設你係做可能乜乜乜嘅可能你從事嗰個係美容護膚嘅行業，跟住可能前邊就會對應翻相關，可能有一個品牌啊、產品啊嗰啲都 OK。咁你有啲可能本身我哋做一啲門市啦，咁其實門市入邊一 record，譬如我就係咩可能就係係咩係啦，可能就係一個喺旺角區，咁啊一個叫做食海鮮嘅，咁啊鬧市中的鯉魚門啦，啲人咁 record，唔使去到流浮山其他食喎，人哋旺角多食落，咁你咪呢啲人咪容易去 record 到你咯？喺旺角都有有海鮮食咁得意，咁咪啲人容易去 record 一件咁嘅事。咁你張圖可能就係個背景或者個帳號名稱，就係關於你哋嗰個嘅可能嗰個餐廳嗰個門牌都 OK 嘅。咁另外就有一個簡介啦。其實呢啲反而其實我哋喺香港都習慣咗，譬如都有個字眼俾你睇 IG 啊或者 YouTube 嘅 IG 上面咧都有啲咁，就俾啲人去知道你係做邊方面嘅嘢啊嘛。咁有啲人一掃落去一跳落去，大概望
望到你嘅樣，即係個樣就係嗰個帳號嗰個 icon 啦。望到你入邊少少個內容大嘅評估，跟住先再掃。即係通常好似望人望個樣先啊嘛，跟住有啲人唔係望樣，有啲人望身形先嘅。咁咪慢慢就掃落去咯。跟住再睇埋你啲片，跟住我會再講下低嗰一紮嘅片入邊啲圖像應該點樣呈現統一會更加好啲咯。咁另外有啲就可能用視頻封面啦，就係呢個啦。咁啊有啲唔亂嘅統一嘅，大概都知啊。你由頭到尾都係瑜伽，可能就全部係一啲唔同嘅瑜伽。呢啲可能汽車，可能就講唔同嘅嘢咯。咁呢啲俾人種一個嘅合集啦，咁啊製作成一個合集咁嘅效果性，咁望落都 OK 嘅。呢個個概念都有少少我哋有陣時做 I G 冇咁凌亂得，你越齊整嘅話，啲人更加可能嗰個視覺嘅封面就盡可能啊統一啦，係啦。跟住另外就喺唔同嘅嘢啦，可能有故事型嘅 I P 啦，有產品類型嘅或者創設型嘅 I P、知識型 I P 呢個我就唔喺度深究啦。咁啊之後有興趣大家我哋可以再討論一下。咁人設又係好緊要嘅，譬如你哋做行業啦，你哋可能做一啲嘅情侶類型啊、親子類型啊，咁呢啲一啲行業頭先都有帶過去咁講解一下啦。跟住另外你可能屬於一啲嘅，可能就係一啲嘅乖口可愛啊、賣文啊或者唔同嘅，咁大家去即係好似幫你好似一間做一個performance 一個，你就背究竟你點定你嗰個嘅個外形咁樣，俾人感覺就先入為主呢啲會好啲咯。咁另外有啲內容輸出有，譬如簡單有6種啦，譬如我就抽一啲嚟講啦，譬如講緊個過程，講下啲故事，或者講下個產品，咁啊以一個專業嘅觀點去俾出一啲建議，即係有啲有養分嘅嘢啦。咁另外講下故事，可能講下自己嘅人生經歷啊，大鑊咯，早排就乜遇到好多突破啦，好多挫折，即係以一個以情動人啦，跟住之後希望攞翻一個叫做共鳴感，咁啊，原來你都曾經咁樣，咁我覺得你知而家就喺情感方面，其實喺個大家都寂寞空虛我凍嗰啲咧，就喺個抖音入邊去揾到呢啲共鳴感，下次咪關注咗你咯。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去點樣去演繹。咁另一 part 就係抖音上面嘅一啲嘅演算嘅方法啦，有一啲基礎其實咧好得意嘅，呢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去自一個叫做去慢慢去，首先我大佬先推啦，去推俾可能有某一個數量 let's say 我而家就定咗俾1000個用戶啦，佢就兩邊睇，就有一個就用戶觀眾覺得效果好，就會擴大俾下一批嘅1萬個用戶，覺得唔好咪嗰個推薦量咪退減少少咯。跟住而家覺得好，入邊應該仲有啲基數嘅，跟住就再擴展推過俾3萬。其實YouTube、Facebook、IG 都有啲 mechanism 都類似㗎啦。咁啊，因為去平台啊嘛，梗係俾你而家嘅咧嗰個條片或者嗰個 post 係受歡迎，你 engagement 越嚟越多去做呢件咁嘅事咯。但係同一時間我會講嘅一個叫做頭流嘅講嘅叫鬥家，你會將成件事同埋一啲嘅 kill 啦，你咪將成件事再擴大啲咯，就可以 display 得會較大啲咯。咁另外有一部分就可能會計算翻，譬如你哋嗰個完播率啦，又係咪由頭播到尾你3分鐘話睇晒，咁你就應該好多真實粉絲啦。咁啊轉發有幾多人去 share、like、share 啊嘛，咁 share 出去啦。有幾多人去點讚同埋記得咧落 comment 啊、落 review， 諗住呢啲都好值得大家去做一個參考，去睇翻相關你自己個帳號嗰個嘅嗰個級數啦，個數據性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嗰個演算法入邊咧，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叫 tagging 嘅嘢啦，嘅標籤啦。佢會睇翻一個內容上邊啦，用戶啦，內容入邊有一批就可能做咗唔同嘅一啲嘅標籤，用戶都會睇翻一啲唔同標籤。假設你個內容係講緊一啲，我就應咁樣講啊，係講緊一啲叫做嬰兒相關嘅嘢，咁你個用戶係對嬰兒相關嘅嘢係冇興趣，你個 correlation 就冇咁大，佢哋兩個嘅標籤就冇大家咁大嘅互動性。而家你個用戶係講內容係等講嬰兒相關，你個用戶入邊又係相關呢樣嘢，其實佢個互動性佢就會可能會更加會大啲，都好 make sense 啦，係咪先？咁咪梗係派一啲你中意去嗰啲或者中意聽、中意睇嗰啲啊。咁喺個演算方式其實都已經有啲唔同一啲嘅標籤去做到。咁呢個就可能有少少再深入啲啦。咁啊標籤入邊其實喺成個入邊咧有啲基本標籤啊，有啲內容嘅標籤啊，興趣標籤。我頭先所講抖音係個興趣電商嚟噶嘛。你中意睇邊啲？大佬你唔中意你就向下碌噶啦嘛，飛，跟住你甚至乎好少人去 search 嘅其實，因為你留意下自己大家嗰個 behaviour， 通常就碌嘅。咁所以抖音嘅平台成日碌嘅都係派翻一啲你唔中意睇嘅嘢，以後你就對嗰個嘅
應用已經有少少 reluctant 真係有啲抗拒性㗎，所以呢樣嘢佢哋都咁都喺個後台上邊都即係都會平台上都有個演算方式度睇到你嘅行為嘅 behaviour 一個分析咯，唔咁咪你下 search 啲嘢已經係成件事情係好冇趣味性咯。咁另一 part 就係啲粉絲嘅特點啦、風格類型啦、忠誠度啦、互動率啦，都好緊要。咁另外仲有啲咩叫路人型咧？過嚟望一望啫。基礎型就係嗰啲基本上即係會關注睇呢嗰啲。嗱，鐵粉就勁啦呢啲，即係其實你由個作用由0到1咧，起碼打多少少有啲自己嘅鐵粉。但係鐵粉入邊其實佢就真係認可你啦，同你哋去無論你係乜嘢，同埋會透過鐵粉喺個演算方式咧。都會更加會將個成個嗰個權重嗰個帳號咧更加受落啲嘅。咁呢啲你有啲即係基礎嘅，其實你將鐵粉數量啫。我或者好似邊啲係鐵粉咧？就你好似譬如個老公入邊個鐵粉一定係老婆啦，大佬。咁仲唔係鐵粉？你講咩佢都 say yes 㗎啦，嗰啲即係唔叫做盲目，但係你慢慢累積呢班嘅鐵粉，日後你好誇張。你哋係。叫佢哋做一啲嘅，可唔可以幫我 share 出去啊？或者揾多啲人去睇翻一樣嘢咧，鐵粉就會幫你做相關嘅，亦都係嗰個叫做社交媒體呢方面嘅一個威力啦，亦都係鐵粉嗰個價值。另外有一部分就好似賽馬機啦，咩嘅賽馬突一齊跑咯，咁樣睇下邊啲會跑出嚟。其實尤其邊啲咧，大家都講緊一個 AI 嘅嘢，咁啊大家都講緊呢樣嘢，睇下邊個跑到跑出嚟咯。咁呢個就係叫賽馬嘅機制。咁另外可能即係一啲話題嘢啦，係啦，跟住另一 part 就可能然後其實你嗰個片前期咧就冇乜特別曝光，之後咧就爆咗出嚟喎，咁一啲叫然後曝光喺嗰個我叫做執雞啦嚇，咁呢都有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咗嘅。咁至於嗰個爆款片或者個吸睛嗰啲秘笈入邊可以快講啦，譬如。頭嗰3秒其實好緊要嘅，咁啊頭嗰3秒啊，佢定生死嗰啲啦，嗱你見呢啲黃金3秒就係好緊要，你望一望，唔 OK 就飛嘅，其實我碌 IG 碌 story 都係咁樣啦。咁有啲片咧，其實啲人咧前期設置呢個位咧都好緊要嘅，好有心機嚟睇見，哇炸咁望你，即係酸人唔酸腎咧，一炸雞咁樣都要做少少 setting 嘅嘢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得意嘅一啲嘅橋段，之後佢先至再講其他啲嘢咯，係啦。咁啊，吸睛嘅開頭片啦，咁亦有一啲嘅黃金3秒片啊，點樣去透過開場入邊就捉住啲人去留意你哋啲嘢啦。其實呢個就係講緊啲清潔啊，呢個我都覺得有趣嘅。又係話個扒，其實一啲剪輯嘅嘢，其實已經 AI 已經做到啦。跟住呢啲就係啲圖入邊，其實已經可以配合到好多服裝入邊，咁起碼吸睛少少咯。咁另一 part 就係一啲內容嘅萬靈 key 啦，內容嘅核心啊，或者一啲實用嘅一啲嘅內容方面，一啲 how to 點去教學或者一啲嘅分享一啲行嘅秘笈啦，呢啲都好緊要嘅。嗱，呢啲咧就慢慢即係好多嘢從來都冇諗過，其實你睇 YouTube 片都見到好多。你哋唔知道咩？跟住或者講個乜乜嘅情況俾你知，呢啲就佢哋有呢樣嘢，啲人就通常針對，不過呢啲通常係針對嗰個痛點啦，個乒乓去講一件咁嘅事啦。你仲未知道乜，而家差唔多係發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呢啲字眼其實係一啲基礎嘅，大家可以作為一個萬能 key 上嘅嘢，即係按呢個位置去改善，即係改變翻其他啲嘢咯。跟住一啲嘅標題啦、文案啦、內容配樂同埋一啲嘅封面畫面，呢個就要整體大家慢慢去做嗰陣時咧，邊學應該唔係叫邊學啦。邊玩邊做去做一件咁嘅事，慢慢去學習一件咁嘅事，我覺得個空間都會好大嘅。咁另外仲有一啲，譬如我覺得都要去定期啦，都雖然隨意還隨意啫，但係有啲可能會定咗一個嘅時段，可能我就係再用2個月至3個月，或者1個星期至4個禮拜做一啲嘅學習。跟住會自己 set 咗一啲嘅目標，嗱，我自己心諗，即係心諗同實就有唔同嘅情況。最好有2個 like 啦，起碼有2-3個粉絲啦，由0到1啊嘛，0到1永遠最難嘅啦，0去到1萬，1萬變4萬，4萬變10萬，其實呢個位就唔難嘅。開始同埋你已經過咗個位啊嘛，都係 set 定一啲少少嘅一啲嘅可以接觸到嘅一啲嘅落地一啲嘅目標啦，跟住就做一個每週嘅一啲總結，其實冇乜特別。睇落去，咁你一日可能出我當2日出1條片啦，1個禮拜可能出3條片，咁你咪冇即係呢3條片入邊邊啲人中意睇多啲 like、share 多啲，或者
你做你出呢條片嗰陣時前同埋後有啲乜嘢唔同一啲嘅對比啦嘅感覺咧，你咪 review 一下咯。哇！原來我出呢3條片從你呢條依輪嘅方向咧講瑜伽衫冇人睇嘅，我反而做瑜伽嗰個嘅動作就做得人哋，我咪集中多少少去做一件事咯。跟住另外仲有一部分就可能係啲時間性啦。其實呢個其實以前嘅 Facebook 都有，不過而家我覺得佢哋嗰個發布時間就可能譬如高峰期可能就時段啦，好似我哋電視廣告都有時段啦，咩叫 J7 先黃金時段係咪先？咁啊呢段時間會更多同埋會搶流量嗰啲啦。咁亦都係反過嚟嘅，譬如你嗰個條片係爆，其實有陣時爆出嚟係你預料之外嘅。咁你買嗰個數越嚟越多，點解突然之間由0去到1萬，去10萬，去到20幾萬？你唔知㗎。我曾經嗰陣時我喺台灣都冇特別拍咗一條片，就喺台灣有一個類似啲故宮嗰啲嘢啦。跟住就問喺入邊做啲留言，應該會講嘅。做啲人傾聞，突然之間爆到57萬，係前後一日你就回應翻好多人去轉發咯。咁我覺得呢個都好 interesting 嘅。咁另外每週可能 set 可能一啲嘅片啦，可能3至5條，整一啲嘅目標啦。咁你係冇 accomplish 到完成晒就另一件事啦。咁都要 set 一啲咁嘅嘢嘅。跟住另外就參與一啲話題啊，一啲嘅標籤上面嘅，我覺得譬如加啲 BGM 就有一啲 background music 上面嘅嘢啦，譬如流行嗰啲，我覺得都可以去湊下熱鬧啦。另外一啲就喺嗰個評論入邊點解要助攻咧？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咪發酵一啲咁嘅嘢啦。當然起碼正面嗰啲嘅嘢啦，咁啊大家我覺得會更加會好啲。所以有啲咩叫神評論嗰啲咁樣咧，咁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跟住係即係有啲下就試下嚟玩下，開始接觸到可以買下嘢啊、帶貨啊，即係帶貨、直播帶貨嗰啲咁樣。其實入邊咧就牽涉咗人同埋貨同埋場。人係咩咧？即係嗰個主播啦，或者嗰個老闆啦，或者你準備講呢嗰個人啦，個表達嘅能力啦。第二件貨啦，個貨都好多要考慮喺個 pricing 啊，嗰個價格設定同埋前期一啲預熱上嘅嘢啦。場就可能一啲嘅直播間入邊嘅佈置啊，基本嘅一啲設備咯。咁另外點樣去增加嗰個停留個即係時間上，越多人睇停留耐，你越有機會就係埋佢單噶嘛，或者個活動量會高啲啦。咁有啲唔同一啲嘅少少嘅技巧啦。咁啊點樣出單嗰啲技巧入邊，同埋一個計算法點樣去幫到你哋咧？互動啦，好緊要嘅。跟住另外喺個限時限量組合，你咪見到一啲抖音嗰啲片。送你1卷廁紙唔夠，送你得5條，今日5至5條，再嚟多3個揼到滿就何家勁先都係㗎，送你一個唔得2個太少，第3個再多啲，成個人企埋上嚟，咁你成件事情會更加會好啲。即係嗰個 emotion 個情緒上邊其實都有設計過嘅，佢都會計算個確成嘅。呢樣嘢大家就要去做一件咁嘅事咯。咁就睇個速單個秘嘅同埋個演算法，望落就有啲即係其實係有啲嘅準備，有啲策劃啦。跟住有一部分就可能一啲嘅不定嘅派福利，今日買呢個再送你，再送你，再送你，唔單止仲有，永遠其實你前期已經喺嗰入邊已經安排好晒㗎啦。咁但係嗰個消費者同埋喺個評論間覺得好正，當然有啲叫做神評論嘅人喺入邊係咁講下嘢啊，溝通下一件咁嘅事咯。咁另外你喺個抖音直播活動，其實你可以嚟緊係設置喺嚟緊1年啊、3個月或者1個月入邊，有啲可能我嚟緊有個618，跟住有個白色情人節，有個復活節，有個5·1，有個可能雙11咁雙12或者年貨節，你自行去安排咯。咁注意一下啦，因為其實喺個抖音入邊咧，文字或者聲入邊去係偵測都好緊要嘅。當然啦，有啲客咧。佢好跳嘅，其實我就唔講國語啦，我講廣東講英文啦。咁但係 anyway 都好，盡量避免一啲違規字眼啦。呢樣嘢其實冇辦法啦，我哋係抖音個平台係屬於按照翻國家嗰個嘅嗰個嚴謹嗰個嘅喺嗰個字眼上邊啦，係啦。咁你起碼遵守佢哋嗰個違規詞，因為佢就會自動限你流量嘅。其實你冇辦法，嗰平台偵測到呢樣嘢，咁就發現咗啲講句我第一或者最好或者乜嘢，咁呢樣嘢就平台都會限咗一個流量，咁唔值咯，我覺得嚇。咁大家可以盡量直播率唔高，不如避咗佢咯嚇呢啲。咁另一 part 就係一啲高流量點樣去做一啲嘅轉化成交嗰啲嘅秘笈。呢個就愛因斯坦啦。今日直入嚟講啲乜嘢咧？你透過抖音入邊接觸咗，可能慢慢個片或者嗰個直播或者個視頻多啲人睇，去到2萬幾。其實你要同嗰個客做互動，點解會做直播咧？你好，你係邊個？哦，你有興趣，跟住之後慢慢由
接觸咗嗰班咧，就會你開始同你有 engagement 互動翻，跟住佢都仲未落單，佢就認識到你嘅喎。當佢認可咗你之後，可能仲加高少啲，下一步就成交，下一次變咗成交，下一次就你嘅鐵粉咯。你慢慢咁去累積咯，就係一個叫做反漏斗啦，向下沉澱嘅一件咁嘅動作。咁就係其實中小企最中意嘅，任何人都係噶啦。服務又好，產品又好，再加流量，跟住再加埋個轉化，就變咗現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希望大家有一個咁嘅大概嘅方向。至於豆家就係增加嘅額外嘅廣告，譬如我出個 Facebook 出個 IG，你唔落廣告，其實個流量冇咁多噶嘛，喺個流量池入邊。咁你再透過一啲即係豆家啦，流量去做翻相關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呢個就去入邊都會有啲分發嘅邏輯啊、流量嘅屬性啊，大家之後可以有興趣，可以再自己去了解多啲啦，或者再揾啦，同埋揾啲嘅 KOL influencer 啦，點樣透過豆家將佢成個嗰個速度去做 accelerate， 即係可能加快咗成個流程咯。咁另一啲常見一啲嘅問題或者一啲嘅可能大家都話，喂，新帳號嗰個低，即係可能即係個播放率低，好正常嘅，唔使驚。其實慢慢做好，頭先所講 tagging 啦，做一啲標籤啦。定期穩定更新，你就其實慢慢會自然增長，同埋新帳號同埋抖音都會派放一啲嘅流量扶持俾大家嘅。咁都係嗰句啦，唔好犯一啲唔應該犯嘅一啲嘅無知嘅一啲，譬如亂講一啲字眼上邊嘅嘢，又喺個群入邊，喺個抖音號入邊加一啲可以加你加我微信啊，加 WeChat 加啲 QR code，呢啲係無謂擺呢啲啦，同埋一啲水印實啊。另一樣好緊要，唔可以違規咯，譬如一啲盜版啊、背景音樂啊，或者一啲。個品牌都唔係你嘅，你話自己係嗰個品牌，呢啲就唔好踩啦。呢啲其實會識別到嘅，即係因為會被限流，我覺得唔值得咯個 account。咁另外頭先所講啦，黃金3秒前嗰3秒，譬如話董宇輝嗰啲分享嗰5種嘅方法，講用戶心聲，啲人已經信任咗佢，一嚟就期待係講乜嘢咁解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值得佢哋去了解。跟住其他啲原創即係原則性啊、底線啊，唔好係揾姜粉啦、亂刷評論，其實人哋會監控到呢件事咯。咁呢啲都係一啲避雷嘅區，可能1、2、3、4、5、6好多，其實大家要注意嘅應該係相對咁比較多。跟住我快講有幾個一啲案例啦，咁呢啲就係一啲大家可以有興趣就可以 cap 張相揾翻。咁呢啲佢嘅應用上面係一啲火鍋店啦，佢哋點樣去做呢方面嘅嘢啦。咁呢啲辦公室嘅狀況啦，咁呢啲係街歌有。其實你上網大家接觸應該就喺個抖音入邊，你 search 應該可以揾到下。咁啊入邊可以做到唔同嘅啦，同埋點樣可以引流由抖音去到微信嗰度啦，呢樣嘢都值得去做變一個私域咯。咁呢個就我大概今日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去了解一下。其實私域入邊咧係平台平之間係限咗嘅。咁你點樣由個抖音一個公域變咗一個私域，呢樣嘢都大家可以去接觸去了解一下咯。咁我今日就應該係同大家去分享一件咁嘅事，跟住我哋可以講一講睇下有冇啲答問環節啦。都睇到觀眾有一啲好踴躍嘅留言啦，咁就有觀眾問到咧，其實佢對 AI 嘅數字人工具咧係有興趣嘅，咁會唔會話喺一啲選擇一啲 AI 數字人工具嘅時候，有啲咩方向或者係有啲咩類型可以幫到一啲內容創作咧？可以啊，其實而家 AI 上面好多，譬如最近有個 Manus 啦，嗰個叫做 AI Agent 啦，喺內地啦已經越嚟越多，跟住入邊佢嘅細分都好緊要，有啲係由一啲文字去生成一啲嘅內容咧，有啲內容入邊生成一啲圖片或者視頻都有。你透過 AI 入邊一啲嘅工具去揾翻你叫做推薦翻一啲合適嘅啲嘅 AI 應用上，譬如喺嗰個可能火山入邊，佢都衍生咗，或者叫做有啲平台入邊佢自己自行而衍生咗一啲嘅 AI 嘅工具入邊，大家只要喺線上、線下入邊唔係線下，即係喺個網上去揾呢啲咧，你會揾到好多合適嘅工具，同埋個性價比都唔貴嘅。其實而家咁另外就有觀眾問咧，即係針對香港嘅市場啦，咁抖音嘅內容咧，同內地嘅市場會唔會有啲咩唔同？會唔會有啲咩文化嘅用語差異會有一啲影響㗎？呢個絕對有㗎啦。其實抖音上所講啦，係2016開始啊嘛。咁我哋香港玩 YouTube 都，你見到 YouTube 入邊嗰個板塊文化都同內地唔一樣。其實 YouTube 某程度上咧，佢以前環島變咗直島，其實因為真係代表係抖音入邊有呢方面一啲嘅影響力啦。咁另一 part 就喺文化上邊啦，不講係我哋講緊香港就屬於一個廣東即係華人嘅廣東人啊嘛。咁但係內地入邊就包括咗可能粵港北上，即係入邊有上海、北京，有唔同嘅地區，佢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地區嘅方言，同埋內地有內地，譬如我就咁講咩叫做可能叫種草，咁香港人唔係叫種草噶嘛，香港人係咩叫種草咧？係唔知呢樣嘢嘛。其實但
問題我覺得唔係太大，因為平時我哋睇學嘅都唔知咩㗎嘛，惡巴咁樣即係唔係靚仔咁樣。咁你內地慢慢都會接觸到呢啲咁嘅方言或者佢哋嗰啲術語咧，其實你慢慢會知道，先去留意去睇下，跟住慢慢你再應用就覺得冇乜太過特別㗎啦。其實，咁都好再次感謝 Sherman 嘅分享啦。咁同埋一啲咁詳盡嘅解答。咁今日嘅抖音演算法攻略咧，就唔單止係一啲策略上嘅分享啦，咁更加係一啲企業實戰嘅一啲技巧啦。咁就記得將自己今日學到嘅知識就應用喺你嘅電商業務上邊，咁就希望可以步步高升啦。咁我哋嚟緊就會有最後一場嘅創新直播策略系列，咁就會喺6月27號嘅星期五，咁個內容就係關於跨境直播銷售策略爆單術嘅。咁我哋嚟緊咧，生產力局力撐中小企，咁其實我哋嚟緊都會有陸續有唔同嘅活動咧，去幫助各位去拓展視野嘅。咁如果大家想衝出香港，又唔知點樣入手嘅話咧，咁尤其是你想拓展灣區業務嘅話咧，咁灣區新視野機遇挑戰啟航咧就好適合你啦，因為咧佢可以幫你掌握咗灣區4大地區，包括係南沙啦、前海啦、鹽田同惠州嘅最新資訊啦，同埋有機會同內地官員面對面交流，拓展內地人脈。咁機會難得，記得快啲報名啦！咁可以掃描熒幕前面嘅 QR code咧，咁就可以睇到最新資訊同埋報名噶啦。咁另外咧就係隨住5月1號咧取消咗強積金對沖機制之後，咁唔少嘅企業咧就已經會有一啲變革啦。咁包括企業嘅財務啦同埋人力資源管理咧都會有迎嚟新嘅考驗。咁中小企係咪可以準備好迎接呢啲挑戰咧？咁如果想知多啲關於中小企嘅一啲財務同埋人力資源應對策略喺呢個強積金嘅政策更新咗之後咧，咁就大家可以立即登記掃描下一個 QR code 嘅。咁另外嚟緊嘅6月17至到20號啦，咁中小企支援組咧，亦都會1連4日咧舉辦繽紛周圍走外展活動，咁同求婚專員咧就會同 IPN 嘅企業醫生遊走港九新界，為你提供一啲資助嘅快問快答啦，資助分享，咁就同你分享一啲數碼轉型同埋拓展業務出海嘅策略嘅。咁咧緊接住咧就係6月22號，中小企支援組仲會舉辦政府資助Recording in progress。scan 右下角呢個 QR code 去報名參加嘅。